中国扩大间谍行为的定义，连一般的民众入境都有可能封查手机啊。公安局就警告，要去中国一定要小心。美国奥克拉荷马州一个捌封关出国的男性，因兜找到7具尸尸，包含伊本人在内，怀疑是犯案了后自杀。美国大地编剧争取加薪失败，5月初2开始罢工，原因之一是抗议网络影音平台放送因的作品，因此无法度抽成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中国修改反间谍法，扩大间谍行为的定义。入境中国过海关的时阵，人都有可能会查你的手机啊，有可能一张咱感觉无安怎的相片，就变做你的罪名。这代表讲，毋但本地就真惊吓的生理人、外国记者、军人甲维权人士会真危险，可能连一般的民众因为参加社团有带政治色彩，就强掠起来。咱普通人若捌伫咧网络发表甲台湾、香港相关的评论，批评中国共产党，也是讲起新疆、西藏这寡风险较悬的所在，中国拢有可能会甲你怀疑。有学者就讲甲真白，其实只要中国想要掠人，就会生罪名互你，讲你有罪，你就是有罪。所以咱的国安局就警告民众，若是要去中国，就一定要小心。草案进一步完善关于网络间谍的规定，明确网络间谍的行为方式。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反间谍法的修订，甲间谍行为的定义扩大做包括投靠间谍组织、甲因的代理人，针对国家机关、设备单位或者是关键基础设施等等的网络攻击等等的行为，也有涉及相关经济利益，拢有可能互纳入规范内底。国安局就警告，包括台商在内的外国生理人、外国记者、维权人士，若去中国可能会产生风险，就连一般的民众拢要注意。这个部分也真的要请民众到对岸去进行交流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到委员刚刚所提到的这一点，包括你手机里面的一个内容，你可能在进出中国海关的过程当中，就已经被中国海关相关的安全人员来进行检查，所以这部分也要特别的小心。修订的反间谍法，根据评估，若是伫社群媒体顶悬评论台湾、香港的议题，或者是伫敏感的地点翕相，亲像 UDN 甲复查已经互掠去。另外，亲像李明德之前甲中国人讲到敏感的议题，或者是批评中国共产党，也有无经过中国官方稳准的采访，了后拢有可能互看作是间谍。最近已经有几个日本企业的干部伫北京因为涉及间谍的活动互逮捕，这嘛引起商界忧虑。怎么说呢？欲加之罪，或者是不小心卷入了中国的权力斗争，不小心拍到了中国的军事设施的一些图片。他说你犯罪的话，那你就犯罪了嘛。所以说这一点的话，确实是在对中国的这种。不光是这个文化交流等等，包括在中国做生意的风险也提高了，无形中提高很多倍。学者嘛认为讲反间谍法的修订是中国想办法要定出一个罪名，而且无限制扩大。行政院长陈建仁嘛表示，中国乌白逮捕台湾民众，限制人身安全，提醒民众在会当确保家己安全无问题的情形之下，才会当去中国。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绕台无停过，应该是派军机来洗，但即阵佫加一种无人机。今日就侦测到中国的军机27架，军舰7只伫咱附近活动，其中佫有一只 BZK-005无人机，是顺时钟驶咱北东南外海半链。咱的国安局是讲有掌握到已经的资讯。另外，美国的前太平洋陆战队指挥官路德是带军火商来访问，讲是要甲咱合作生产无人机甲火药。台海情势紧张，中国派机南鸟台也一直使用无人机。国防部青山发布，国讲查到强机17只，强舰7只，伫台海周边活动，有13只超过海峡中线甲延伸线进入西南、东南甲东北空域，尤其一只无人机西台湾北东南外海空域，顺时针西台湾半链，你会关心咱是不是有应对做法？我们有没有传统火炮以外的拦截或者处理能力？我们会列为后续我们在整个应处上面的一个状况的想定，然后呢，跟合作友方呢共同来掌握相关的预警。我们有必要防范，知道他收了哪些资料，我们的军事的部署，我们的雷达的频谱，无线电的通信，还有我们微波的使用。那我们将来等我们打仗的话，我们会未战先输，因为他已经把我们底细摸清楚。
中国进前才派上大型无人机射台湾，外界烦恼无人机正做新形态冲突。国安局证实掌握有经证据，张元玲认为，中国一直测试咱的底线，国产的停运无人机爱赶紧投入部队，反制威胁。另外，美国25间军火商参加台美国防产业合作论坛。关注台湾无人机产业寻求合作生产无人机甲弹药，美国前太平洋陆战队指挥官体育中将鲁德强调，美台最后目标就是达成共同操作。Island nature of Taiwan is a supply chain, sustainment, supply and sustainment resilience. We have not forgot about our soldiers and Marines here and the capabilities that they need. 台湾的工业实力，那么受到我们的美国盟友的重视，而我们的在国防上面的工业合作，将会对于巩固第一岛链，对于巩固台美之间的集体防卫体系是一大的要紧。路德表示，市场无比亚太地区各个重要区域，和美国参加台湾国防自主打造强训练，协助台湾有合作领域。代表团也拜会中国院，双方交换意见。对代表团来台港合作有统派团体抗议，指控美国战争犯啊祸害台湾，国内无人机业者化声美国，就飞弹武器采取联合开发或者是生产线刷到台湾，和台湾用家己生产。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日本1947年开始实施的战后宪法已经对袂着时代，毋望伫咧家己做自民党党主席的任内推动修宪公投。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会当在24粒核导弹的战略核子潜水舰，上紧这个月中回到朝鲜半岛，是这42年来头一届到地。英国《Times》报道，英国早暗有一个查甫人向白金汉宫献亲子卡啊，警方是随甲人抓起来。现场有看到的人讲，这个查甫人是话要抬国王，因为国王的加冕典礼就要举行啊，警方是当咧调查。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德州顶礼拜发生一件枪杀案，一个38岁墨西哥籍的凶手，因为厝边嫌伊连枪收过差，竟然是甲厝边一家口5个人拢杀死。逃亡4天了后，警方总算抓到人。上尾是《华盛顿邮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接受专访，讲真正美国去互泄露的机密文件内底有因乌克兰的资料，不过美国拢无甲讲，伊是看新闻才知的，这是对因两国拢造成伤害。美国奥克拉荷马州一个小镇有2个未成年的少女失踪。警方查落，竟然发现讲，一个捌互关已经出狱的嫌犯，伫因兜是发现7具新尸，包含伊本人在内。警方怀疑是伊已经先杀死伊的某囝，甲2个未成年的少女了后，才自杀的。画面顶悬即个看起来真平静的牧场含农舍，就是警方发现嫌犯含6个人尸体的所在。At 1500 hours, we arrived out here with a search warrant. We've searched the property and we've located 7 bodies that we are in the process of trying to get the ME to be able to confirm identities of these individuals that were found. 嫌犯是即马39岁的麦法登，警方怀疑伊伫咧自杀进前先杀6个人，包括伊的太太何丽含前翁生的3个囝，另外还有因囝的2个朋友，一个是16岁的布兰妮，另外一个是14岁的艾维。I lost my daughter and my grandchildren, and I'm never going to get to see them. I'm never going to get to hold them, and it's killing me. 事实上，麦法登是一个当地方列管的经纪人。伊伫2003年的时阵，涉嫌对检23岁的克里斯朵用暴力性侵害，虽然讲无成功，麦法登共款被判重刑。伊伫2020年得到假释，会当提前出狱。克里斯朵接受媒体线顶访问的时阵，大骂司法放走这种人，互更较侪人受害。Like those kids didn't deserve this, and you going after all these small kids, you're a piece of and you don't like. And then you take your life like it. We lost 6 people yesterday, not 7. And that's how I feel about it. Sorry that she was traumatized and victimized by him, and I'm sorry that those little girls
had to go through this. That's what I'm sorry about. I'm sorry that the justice system failed them. 根据美国福斯新闻网的报道，麦法登搁伫咧坐监2016年的时阵，就用违规摕到的手机啊，和未成年的查某囡仔交换相片，搁摕到其他未成年少女的个人资料。5月初1代志发生迄天，麦法登原本应该为着伊一件工卡来手来案件告案，但是伊无出现伫法庭。另外，警方嘛在找失踪的少女，则伫咧伊的徛家找到一具尸体。公司新闻记者任编译。非洲肯亚有一个邪教，是宣传讲要死就会当见到耶稣，且真侪信众毋正要死。目前已经找到109具遗体，这受害者当中多数拢是囡仔，可能是家长信教了后带囡仔做伙毋食。官方认为讲，可能还阁有超过400人失踪。大教会负责人出庭受审，检察官认为讲已经涉嫌恐怖主义。镇压国际肯亚邪教信徒集体要挟案件，教会负责人马肯西七日出庭受审，伊穿粉红色外套，无讲未行入法庭，庭内早就有真侪受害信徒的家属伫边。Among the offences that have been revealed from the investigations are offences of radicalization under the Prevention of Terrorist Act. 检察官指控马肯西涉嫌谋杀、协助自杀、绑票、虐待囡仔、诈欺洗钱、加恐怖主义。伊本人伫法庭无进行抗辩，审讯了后，互记者做了问，也无愿意加讲。kwamba kumfuata Yesu dunia hii ndio uhalifu mkubwa. Alafu nadhani hivi uko guilty ama? Jaji ndiye anaweza sema hiyo. Sio mimi. 50岁马肯西进行是家庭车司机，自2009年成立嘉音国际教会，个自称牧师。宣告时阵表示，要是对看到耶稣。顶个月底，肯亚警方伫东部海岸城镇马林迪的森林挖出真侪信徒遗体，至今受害人数已经109人，大部分死者是囡仔，和家长带咧行十路，或是要死，或是无惭愧死亡。肯亚内政部指出，相关失踪人数超过400人，死者恐惊会增加。 Sasa leo nilikuwa naomba tafadhali serikali kama inawezekana, for the first time naomba haki itendeke tafadhali, kama inawezekana, kwa sababu hatuwezi jua ya kweli kama hao watoto they starved to death ama walifanywa kitu kingine. 另外，有名电视报道者新生命基督中心的牧师奥德罗，互人控告甲马肯西强谋共款涉嫌谋杀、协助自杀者罪名。出庭时阵，法庭外口也有真侪信徒为祈祷。这信徒集体要挟案件引起肯亚社会对滥用宗教力量的关注。当地政府已经承诺，在不侵犯宗教自由的情形之下，对相关团体加强监管。公司新闻7月2编译。 春天到啊，乌克兰人要开始种植，不过因的产能却受罗西亚军留落来地雷。但农民是听罗西亚军的战车到遥控改装火力，利用这款方式清炸弹，较袂有人着伤。 俄罗战争是继续在烧，乌克兰四界拢轰炸甲密密麻麻，几百万的民众是无所在通住。虽然伫俄军拼命反攻之下，一寡乌东地区是渐渐收复，但是真侪农地因为阁有地雷留伫遐，互农民要种植是变甲真危险。为着解决这个难题，乌东村的农业公司甲俄军战车顶悬的装甲拆落来，改装了后放伫火雷啊顶悬，再透过遥控的技术来摆雷。 Тут в Харківській області дуже багато мінних полів, велика кількість. Лише на цій дільниці я вже зняв близько 500 протитанкових мін, безліч протипіхотних на розтяжках. Дуже багато. 家己手车拍电锯，搁会当用的零件对其他的车拆落来，搁定组装，互伊变做越野沙包车，就敢若电影小的麦斯共款，为着生存，做出家己才有的车款，再搁互伊防雨、防烂土的功能，就会当驶伫上歹行的地形顶悬，会当用来运送武器、伤兵和居民。We use old cars engines because they have no any electricity, minimum electricity. It's all simple mechanisms. We use tubes and do welding.
伫基辅的郊区，阁有一个机工，伊嘛当伫改装医疗用的装甲车。这个装甲车有的原本是公车，即马变做会当刷的病院，互医务人员会当随来做真复杂的手术。乌克兰的人民是用有限的资源，家己做无共用途的车，希望替战火包围的国家贡献家己的力量。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美国电影电视产业发展甲真好，除了镜头头前的演员主持人，背后工作人员功劳搁较大。不过，即阵好莱坞的编剧争取加薪失败，是宣布对5月初2开始罢工。英国节目伫咧电视放送的时阵，若是登报这编剧就有费用通好领，算是对好的作品的鼓励。不过，即阵这 Netflix、Disney Plus 这寡网络影音平台愈来愈生行，这作品是要放几遍就有几遍。这寡编剧煞是干那一笔使用费通好领，无论这作品是偌受欢迎，伊嘛无法度抽成。加上工作环境无稳定等等的原因，这定编剧才会决定罢工。所以讲，这下半年要拍的电影，甚至是对时事咧行的访谈节目、笑话节目，有袂少拢已经受到影响啊。宣布讲要暂停放送，也是成办句的。美国编剧协会甲影视制作人联盟了日来针对薪水甲其他的工作条件进行6礼拜谈判。不过，双方的谈判伫5月初1破局，有超过11500人的美国编剧协会就成员发动大罢工。初2伫纽约曼哈顿第5大道，这协会成员行去街仔路，大声喊袂加薪水，就无剧本等等抗议的口号。It's the first day of the Writers Guild strike, and we're out here to flex our muscles and let the producers know we're not happy with what they're offering. 因为美国西方好莱坞影视王国的大本营洛杉矶，初2嘛出现侪抗议的人阵，游行的队伍经过即届因要抗议的对象，包括 Netflix、派拉蒙影业的办公大楼。队伍内底嘛包括真侪资深的演员来收听。I came out to support the writers because we're, as actors, we're only as good as the writing we get. And my son is on the picket line today. 好莱坞编剧的薪水是长期无起，甚至因为通货膨胀变甲愈来愈少，要维持生活已经是愈来愈困难。不过资方算是甲大部分的利润来甲公司的营运高涨加薪水。真侪编剧甚至是领工会定出来上加薪水。另外，包括 AI 人工智慧的创作条件，还佫有编剧会当为串流平台分到偌济利润，嘛是双方也无共识的点。几啊10年来，只要节目伫电视顶中播，或者是过制作过变做是 DVD， 编剧拢会当摕到中播费。不过，串流平台符合编剧的，算是固定的年度使用费，就算电视剧请甲掠袂掉，全球的收视超过1000万介，编剧领到的钱也是共款。Broadly, we're asking for increases in pay and residuals so that writers can make a career and stay in this profession and live and work in the cities like New York and LA. 罢工启动了后，代表美国电视台夜间节目、甲日时台卫星节目会随受到影响。其他按算今年下半年了后放送的电视剧甲电影，嘛会大大延期。2007年甲2008年。后来，编剧甲制作人联盟落主谈判破局，编剧罢工100天，地主业界损失超过600亿个台票。这届罢工，美国白宫嘛有注意到，因强调讲拜登是真支持劳工来争取权益，嘛呼吁双方应该好好谈判甲沟通。国际新闻景元庆编译。印度人口超过中国是全世界上侪人的国家，这人侪制造出来粪扫甲废水就多。不过，印度好亲像是也未准备好要处理这寡公共卫生的问题。亲像第2大城德里，最高拢是粪扫又搁臭又搁太高，附近的居民是一直咧破病。根据统计，印度2019年度超过55000个5岁以下囡仔，因为这垃圾水甲食食歹巴肚死亡。粪扫甲规条水沟拢塌掉啊，根本就看无水流。出水口排出来水嘛是腐蚀的，边仔阁有蠓仔好心飞来飞去。这是印度的第2大城德里，水沟啊阁垃圾阁臭，已经互居民破病啊。यहाँ पे बीमारी मच्छर गंदगी सब रहती है। यहाँ बच्चे रहते हैं छोटे छोटे से, इनके बुखार होगा तबीयत होती है, इनकी बीमारी लगती है इस चीज़ से, तो यहाँ की कोई देखभाल करने वाला ही नहीं है।
重要的下水道就敢若无人管理，公共卫生是使人烦恼。这种状况伫印度人口就要14.3亿，超过中国变作世界人口上侪国家了后，会变作真严重的问题。尤其是都市的人口，未来几冬会比今麦搁较客。根据印度政府2020到2021年的数据，当地城市每天产生720亿公升的污水，超过一半以上拢无处理。另外，印度有2/3的城市的家庭拢无接污水处理系统，大多数的处理项目无合标准。टॉयलेट वगैरह जो होती है वो सब उसका पानी इसी में ही आता है। सब ये नालों में से मेन नालों में से इधर ही आता है और ये सब जमा इसमें ही होता है सारा और फिर ये सफाई होती है इसकी। जब पूरा सफा नहीं करते, पूरा अंदर से जैसे सफा करें, आधा होता है आधा रह जाता है। 基本设施拢无周全，大量的工业废水无经过处理就排出来，佮加上降雨无稳，已经互印度要面对卫生的危机。2019年，印度有超过55000个5岁以下的囡仔，因为污染的水含食米，引起到晒死亡。专家指出讲，若好好啊处理这废水，互伊会当重新利用，也是排去当地的污，就会当帮助减轻水资源的危机。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咱常常会看到海洋动物去互鱼网仔颠掉的悲剧。根据统计，当年渔民因为掠鱼放进去的假死，面积是有8万平方公里，鱼网仔甲人仔上介济。所以有一群人，伊是拍拼咧穿这款本色，有人亲身落海落河，有人是研发机器人，目的拢是要挽救海洋生态。咱做伙来看。一个鱼网仔沉伫海，鱼类被困伫内底，真久无法度亮出来，最后死亡。这无爱网仔是休龄鱼具，虽然不过互渔民所使用，却有缘发挥功能，扰乱海洋秩序。Ces animaux qui vont être capturés de manière inutile et sans profiter à personne. Donc ça va avoir un impact sur la biodiversité. Les poissons qui sont capturés dans les filets ne meurent pas tout de suite, mais au bout d'un certain temps, 24-48 heures, ils vont mourir. Parfois, on a vu des oiseaux marins, des cormorans qui étaient capturés dans les filets. 沉伫海底网仔会附伫岩礁或者是酸雾打顶悬，渐渐互土沙砍掉咧，互草蛇类甲海绵无法度好好成长，生物生态地彻底破坏，而且这塑胶做的休龄鱼具未家己分解，反倒会产生塑胶微粒，污染海洋。用手解开互鱼网仔颠掉的海洋生物，真侪环保团体出人出力，由参水人员亲身进入海洋救这鱼网仔。按过为现代渔业扩大发展以来，已经大量鱼网仔放进伫海中，有的是短短几工，有的有40年以上。那靠近着找找难度是真悬。伫海中放入用探测300公尺深，而且装摄影设备的自体发电机器人，就人工完全操控前进方向，来找找放进伫海中鱼网仔。若找到鱼网仔，机器人就会将鱼网夹起来带上岸，扣长的鱼网仔有新的用途。Eux, là-bas, après, ils ont des machines qui permettent de transformer le filet en petites billes, en petits granulés. Et la démarche, c'est de faire du 100% recyclé, 100% local. C'est d'essayer de réduire, de fabriquer en fait un nouveau plastique pour pouvoir faire des nouveaux produits. Et il faut s'imaginer qu'un filet de pêche, il peut devenir une monture de lunettes ou un aileron de surf. 研究单位发现，若将鱼网仔刷掉，1年左右就能看到草蛇类搁一摆成长，鱼类会慢慢等生态。而望应强化鱼网仔移除工作，减少海洋污染，幸福地球更加美好的环境。公视新闻杨眼朋友，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